来给支持，真的谢谢大家，因为那时候我们在直播上面有说，只要破1.5，我们就要做点什么来回馈你们。现在就破1.5了，破1.5了，再次拍手。不要破1.5。没有，我脱衣服已经不好看了，所以我们请来的这2位就是我们金曲歌后张慧仪，还有金曲歌王黄宏星。人家歌后是今年，对，而且是今年就是很啊，熊七耶。对，然后我已经那个保鲜期已经过，没有，你没有过期，你就是七耶，啊，我自己懂，急速冷冻保鲜，啊，退冰料过把是最后价，所以我们今天冻了8年，对，哦，已经过了8年了，对啊，8年，哇，他才过了1个多月而已，是吧？1个多月，不止啦，啊，不止吗？现在都几不月？止啦，对哦，对，我把它想成那个上一个讲什么？上一个是啦，不啦，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是我们的苦力金曲之夜，耶！因为真的有太多的网友问说，为什么苦力的那些配乐，就是搭进那个画面跟剧情，是会这么的动人，这么的好看？所以就是这些人在唱，那也是里面有很多歌曲都是亮哥亲自对看的戏，还有也去现场探班。跟我们聊了很多，也跟导演聊了很多，是写出来的，没错，所以都会很贴近戏剧，所以才会这么的感人。安尼，咱今仔日来上线，然后来。对，我也是这么想，因为大家都听过昌宪跟我唱过，可是就没有听过那个金曲歌后。都已经不讲话，看会不会被忽略？没有这种事。那我们就慧，你觉得你想要先带来哪一首？因为这2首歌主要在我们戏剧的线。就是金兰跟青龙呀，只要他们的线搭在一起的时候，啊，只要努力的歌哦，大家人就伫网上一直问，哇，这像像的啦，这样配起来这样拄好，就是慧仪本人。我们今天该请来到现场啊，你觉得哪一首歌在我们这个片头唱完，你觉得接下去唱起来会比较顺？其实2首都可以，两首都可以。但是很感谢苦力啦，因为有一些人真的在我的那个歌曲底下的 YouTube 留言，就写说是因为苦力来的，对，然后所以也真的很谢谢，就是使用了我们的音乐。好啊，那就，因为你有一首是你自己写的，对，还是就先唱？好，那首叫做《其实我爱你》，其实我爱你，然后是我的专辑里面我第1首自己的创作，第1首，对，然后在2013年浪花专辑里面，是哦。所以那时候写这首歌有特别的心境在吗？特别的心境哦，就是想要写一个比较暗恋的故事吧，对啊，然后就是友情之间，就是你不好说出口的那些，完全就是金兰啊，金兰就是一直在那边爱着前面就爱着青龙啊，那种感觉，是，当然现在也开花结果，对了，开花结果，容易，那我们就从这首歌开始，好，让我们欢迎慧仪带来的《其实我爱你》。谢谢。
失去，要唱要哭拢为你，你不知也无要紧，只要伫你身边。看你认真的表情，听着你的声音，就感觉心。我踮你心里，探到温暖的气味，你的心事，只有我会听见。其实我爱你，不敢讲出嘴，假作对你无要紧，怕你去怀疑，愈爱愈不敢接近，叫家己愈了愈深，愈想遐山想你。其实我爱你，不敢讲出嘴，暗藏对你的感情，怕会失去你。要唱要哭拢为你，你不知影无要紧，只要伫你身边。失去你，要唱要哭拢为你，你不知影无要紧，只要伫你身边，只要伫你身边。好。太好听了啦！好久没唱，这个真的好太太厉了。对啊，对啊，现在底下的很像那个，这应该是很多女生会有的心声吧，男生其实也有。所以你也有过这样的心声吗？我觉得都是社会观察，因为其实我的灵感取材都是 PPT 上面的，对，所以这也证明说苦力其实里面的剧情很多其实都是很贴近人心的，太贴近了。对，所以我们每次都发文都有推爆嘛。对啊，有很多共鸣。对，太好。其实我发觉那个会也还蛮会写歌的。哦，真的吗？真的啊，可以开始邀歌了。真的啊，之后也有一些机会嘛。他写的就是也是很，我觉得他跟亮哥的就是很相似的一点，就是他很有温度。对，他很贴切我们的生活。对，这部戏就是这样，因为从导演他的发想，到他的故事。还有他想要表达的东西都是很贴近大家，所以配合这些音乐才会这么贴切。我觉得慧的那个才华真是有目共睹，所以啦，所以可以准备邀歌，没错。但在邀歌之前就要换你开唱了啊！那你要先唱哪一首？不然就唱《美丽瓦尔》。好，先唱那个。好，那咱就温馨带来《美丽瓦尔》去。这回车。火车过风干，真是最后的结局，请你相信我的心，这一切。只不过是人生的一段
敢是天的可惜，敢也有啥物道理？但是我敢会使放弃，敢通过问你，我要为你活落去，我要送出一口气，我嘛要勇敢去对，我的人生点点滴滴的宝贵。这不是最后的结局，请你相信我的心。这一切只不过是人生的一段小过程。我的感觉袂当搁徛起，人是天的可惜，敢也有啥物道理？但是我敢会使放弃，敢通过我要为你活落去，我要送出一口气，我嘛要勇敢去对，我的人生点点滴滴的宝贵。但是我敢会使放弃，敢通过我要为你活落去，我要送出一口气，我嘛要勇敢去，我的人生点点滴滴的宝贵。谢谢。感觉这是你的歌嘛？啊，不是亮哥的歌。哎，接下来我的部分，这条歌叫做《就是我》，嘛是亮哥的歌曲。那因为我可能太投入在看自己的戏了，这个歌什么时候出现比较多？出现了，制作人有天有安排，人嘛啊，对啦，人就有拍算。我冇跟你讲，我讲头先秀敏有讲啊，天有安排，天的安排，天有安排，人有拍算，天就安排啦，系啦。啊，反过来讲是什么？天有安排，人嘛爱有拍啊对，天有安排，人嘛爱有拍算，也要有打算的意思。我看这句话真正就有意思。对，其实那个导演你在里面的很多话都蛮有意思。对啊。说不完了，其实说不完了，那可能要从第一集开始看。真假，真的。那今麦就来唱《人若拍算天就安排》这首歌曲。拜托，我已经你看今麦剧情行到今麦，我嘛是拢偷拍算的啦，所以今麦要唱这条。就是我，喂，就是我。
岁月一直慢慢行，我的感情有谁会知影？我的灵魂刻着你的名，啥物艰苦我拢叫来担，啥物坎坷我嘛笑笑拢不惊。外面风雨遐尼大，依然我的手啊脚，我的心事讲予你来听。我相信乌云有一天会散，我相信日头会搁再开花，我相信人生慢慢行，到最后的期待，会伫你身躯边的人，就是我。应该对吧？对，我唔对。有天手唔对，该当重新。啥物艰苦我拢拢捡来担，啥物坎坷我嘛笑笑拢不惊。外面风雨遐尼大，依来我的手啊脚，我的心事讲予你来听。我相信乌云有一天会散，我相信日头会搁再开花，我相信人生慢慢行，到最后的期待，会伫你身躯边的人。我相信乌云有一天会散，我相信日头会搁再开花，我相信人生慢慢行，到最后的期待，会伫你身躯边的人，是我。是我，哇，飞伫个小明身躯边啦。就是啊，那呢就拍谁？今嘛要换到我了，这样。对，又换到你好厉害。对，这首歌是哪一张专辑的？夸夸海那张专辑的，夸夸对的第一首歌。哦，所以这首歌曲嘛，定伫戏曲内面听到吗？对，因为它就是算比较分手的，就离开的那种心情。对，好，叫做《无想要离开》。好，无想要离开，我想出 yes。下面唱首吧，别再唱。也可以唱。来，我们就跟着唱。对。明知已经就是最后一摆见，海色3秒已经变成过去。失去你，假无要
是，目屎流袂停，是真正无想要离开。我无伫遮，文心就来唱这首在鼓励18集登场的《我无伫遮》，谢谢。那个主菜。是怎样的心情？又搁看到迄个熟悉的背影，是我上爱迄个人，念念雨水，原爬上伊的头鬃。我不知要讲啥。时间亲像彼岸无情的夜车，我山内偷偷怨叹，归类着青春的我，怎样不知半项？请原谅我一直无伫遮。无伫你的身边替你等，怎样当初要离开，啥物拢无听，放你一人伤心
心肝肝，有情。演一下趴下。是怎样的心情？又搁听到你轻轻叫我的名，是我上爱迄个人，慢慢将等待变成你的心愿，请原谅我一直无伫这。无伫你的心里替你等，怎样当初要离开，啥物拢无惊，等你一人伤心孤单，请原谅我一直无伫这。伤心有我，想忘了我，可以讲，我伫你的心里替你等，我的所有的一切，在等待，只为我回来。好有 feel 哦！就差不多把赛进落来呢。对，真好听呢。今天大家都唱得非常好听，对，真的很有感触。有办法，他先走。可以啊，你可以做个，好不好？你可以那就看你们需要，就如果我有需要在这，我就在。就是你不觉得尷尬就坐着。对，你也陪我们唱了好多首，好，非常不然我们就先谢谢慧仪啊。对。好，我们两个再自己处理。好，而且我们可以处理。对，好，那我们讨论就好。其实也不用跳。那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就是我那时候制作人还有我们所有网络上的朋友，大家一直想听到慧仪本人现场唱。我就直接联络慧仪，慧仪其实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蛮有义气的，很有义气，真的是，谢谢慧仪。因为其实整个剧除了歌有跟他有关联以外，剩下都没有关联，所以他愿意来这边现唱，哇，太感动了，情意相挺，而且就是带着我们本届很老雄青金曲歌后的姿态来到现场。为什么这样？没有，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内心澎湃的那个样子。所以我真的非常谢谢慧仪。那穿起来。所以希望之后有更多戏剧的歌，就是可以搭上你的音乐。那未来我跟你讲，制作人会拍很多好戏，所以你的歌要持续不断。谢谢。对，我们就先把它 hold 下来。我自己讲，我又不是制作人，但是制作人在现场啊，好不好？那再次谢谢慧仪，谢谢。咱今嘛就搞咱两个，咱就本剧最会唱啦，所以我们就自己就把所有的歌都先唱过，自己唱过，不管要不要用。对，当然我不能在金曲歌后跟歌王面前比，但是我们就是也算是半个歌手嘛，也蛮会唱的啦，不会了，就是好好的来享受一下古意的金曲，好，让大家好好开心一下。没错。安尼这首歌《无你伫身边》我们片尾曲，对，
知为什么，明年的相思无声无息，搁来等。经过这多年，无你伫身边，也是留我袂关心。不知为什么，长长的暗暝，无边无际在想你。当初的世界，难忘的美丽，你敢还搁会记？一点的情，闪闪是，拢是你予我的勇气。无你伫我身边，我嘛会认真过日子，等待你我相会的迄一日。风中的你，敢有听见？我也伫这淡淡的想你。无你伫我身边，一切拢感觉放弃，心爱的，无你的身边。不知为什么，长长的暗暝，有边有际在想你。当初的世界，难忘的秘密，你敢还搁会记？天顶的星，闪闪是，拢是你予我的勇气。无你伫我身边，我嘛会认真过日子，期待你我相会迄一日。风中的你，敢有听见？我也伫这淡淡的想你。无你伫我身边，一切拢感觉空虚。心爱的，无你身边。心爱的，无你伫身边。耶！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现场有哇300-400个人，好开心哦！啊，谢谢大家。那片尾，每次真的就是搭到太多画面，因为片尾其实搭了很多感人画面。对，就是它就是一个引爆大家哭的那种，对。其实一开始大家会对片尾这么有感觉，就是从首映会那时候开始。就是在看的时候，我们剪了15分钟，对，最精彩的。对，然后完了之后那个情绪已经在当下，然后对，就那个钢琴前奏就下去，就觉得哇，真的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因为真正要伫咧公司有这么样好的收视率，我感觉不是简单。对，真的。因为我觉得观众也是跟着我们一起成长啊，收视率也一起成长。另外，你对着每一个角色啊，每一个戏。一句一句累积你对苦力的感情数，
一路到今嘛，我们收视率越来越好。那我相信到那个30集那一天，大家一定会很舍不得，就像你已经读3年的册要毕业吧？对，要大家要离开这样，要离开可能各奔前程。无逐礼拜有这种这么温馨的直播，可能大家人都可能去无闲啊，拍戏啊，有这样的相聚也不容易。不容易。可以在线上跟大家这样聊天，那透过你们这么支持，让我们就是每个礼拜有这样的动力。其实我觉得苦力他这出生活公共电视的生活剧，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让我觉得很好的地方，就是它除了可以让一些年纪比较长的一些长辈可以知道，可以再重温以前的那个年代时候的这些风俗民情跟这些跟这些情感，然后呢，也可以让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可能对台语的这些或者是台语文化，或者是以前长辈早期那时候文化跟过去的生活有兴趣，让他们可以跟长辈有一些连接，这样，然后知道说哇，原来我的阿公阿嬷对是这样在过生活的，真正就是导演想要传达的物件，对简单的，对，所以这物件这你要打动，就是就贴切迄当中的生活。好，即马要来唱咱上爱一首歌曲，送给你，为你对我一起合唱哦，啊，音乐下，他们一直在就是对镜头前面跟着唱，那就想想这么美好的剧情，尖叫声，就大家就一直按住，大家都会喜欢，每听了20几集了，应该会唱吧？快30。第一句给你们。路途是要你命，要甲天思念，雨的天，雨的大，双脚打拼，连通来打，因为你我不惊。心也袂变化，山若放，海若大，我的爱为你在活。有都会唱无？有，好，真乖。是面风，风雪飞，做有拖，做人拖，风在喊，你在看，也我的路，唱你的歌。大家都会唱哦。因为你，我不惊。心也袂变化，山若放，海若大，我的爱为你在活。因为你啊，因为你，我不惊，我的心也袂变化，山若放。我的爱为你在活，山若放，海若大，我的爱为你在活。耶，对吧？三个爱苦力的所有的朋友，咱就剩无几集了。你就爱甲你的厝边头尾讲，苦力实在足好看。若是无看到，就去看咱 TV 啊。对，来 TV 噶，你可以 KTV。对，公司 Plus，对，赶快再看，因为实在太好看。对，实在太好看。因为这个剧就是要永流传，
你就改动作厝内面的迄个传家之宝。我觉得也是一种台语文化的传承。是，对台语文化真的是要让现在的年轻人可以知道说什么是正确正统的这个台语这样。正港的台语，就是咱公司的鼓励之处去。对，没错。哎呀，相信你看一路陪咱到即马20几集的朋友，一定情深感觉。安尼真的，今天会有这样的这么特别的局，其实真的要谢谢你们。对，谢谢你们，谢谢大家。那个一直支持鼓励。当然也要谢谢，我们也要谢谢那个慧，对慧，再度谢谢他的，对，就是香婷。啊，当然你是该来的。啊，不是、啊，因为你这写是哦，对啊，因为我在里面有演啊，对，是，主角一定爱维持做一寡啥，爱感谢对支持咱啦，这些粉丝朋友们这样。好，那如果你们听得很喜欢的话，就一直分享就对。那我们下一次可能就会在小巨蛋之类。不是这样，就是小巨蛋办一个金曲，OK， 对，不错哦。我跟你讲，那谢谢大家，我们就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见，拜拜。哎，反正我袂讲是我袂发现。